和你讀聖經。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用順口溜記一張靈命記性漸增長。為着要大家記得詩篇第144篇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。人算什麼？神顧念，救免敵害恩典念。開始讀經前，一起祈禱，感謝天父讓我有讀經的時間，求聖靈加添能力遵行你的旨意，求耶穌赦免我所有的過犯。禱告奉耶穌名求阿門。今天讀詩篇第144篇大衛的詩。耶和華我的磐石是應當稱頌的，他教導我的手爭戰，教導我的指頭打仗。他是我慈愛的主，我的山寨，我的高台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盾牌，是我所投靠的。他使我的百姓服在我以下。耶和華啊，人算什麼？你竟認識他？世人算什麼？你竟顧念他？人好像一口氣，他的年日如同影兒快快過去。耶和華啊，求你使天下垂親自降臨。摸山山就冒煙，求你發出閃電，使他們四散。射出你的箭，使他們要亂。求你從上伸手救拔我，救我出離大水，救我脫離外邦人的手。他們的口說謊話，他們的右手起假誓。神啊，我要向你唱新歌，用十弦瑟向你歌頌。你是那拯救君王的，你是那救僕人大衛脫離害命之刀的。求你救拔我，救我脫離外邦人的手。他們的口說謊話，他們的右手起假誓。我們的兒子從幼年好像樹栽子長大。我們的女兒如同殿角石，是按建工的樣式作成的。我們的蒼蠅滿能出各樣的糧食。我們的羊在田間滋生千萬。我們的牛馱着滿馱，沒有人闖進來搶奪，也沒有人出去爭戰。我們的街市上也沒有哭號的聲音。遇見這光景的百姓，便為有福。有耶和華為他們的神，這百姓便為有福。讀經完畢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第144篇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。人算什麼？神顧念，救免敵害恩典念。若果大家對以上14個字有更好建議，歡迎留言指教。結束祈禱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求你賜我記性，記得以上經文的重點。人算什麼？神顧念，救免敵害恩典念。又要勤讀聖經，以致能夠應用在日常生活中，抵擋那些似是而非的問題，不被世上荒謬言論迷惑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。希望能夠每天和你一起讀聖經、記聖經，一起與神親近重溫。第142篇大衛受苦求眷顧厚恩，待我心堅固。第143篇仇敵逼迫，像老師求脫困難拯救師。第144篇人算什麼？神顧念，救免敵害恩典念。想一想，大衛如何念誦神的恩典呢？